到，10分钟以后我就到家了。我要到学校去上课。的，外面的雨下得好大，那位老师教得很好。的，你的书在桌子上，它有一双大大的眼睛。我昨天看的电影很好看。得，吃饭前得洗手。等，请你再等10分钟，我快到了。滴，这椅子太低了，坐的时候不舒服。这里的小吃很贵，最低要100元。